接哥，食飯時間急 call 我，有咩吩咐啊？好忙啊！我哋都係 check 下數啫，有 case 咪盡量查咯。好盡責啊！係啊，case 越查越多，audit report 越嚟越厚。大家咁熟，無謂咁多廢話啊！唔係單單都可以查嘅。查埋你老婆買鑽石都得啦。算啦，佢自細就扮係儲錢嘅，老實話啊！有啲人買戰鬥機同潛水艇都貪得唔少啦。我哋係買貴咗，絕對唔係貪污。你講晒咯。我知道而家 MACC 聽你支笛，司法又唔獨立，警察又俾你控制，連着黃衫都俾馬打又拉又鎖。如果我哋查數嘅都變晒鵪鶉，啲貪官咪惡撚晒。我睇到明就係惡晒啦。我都相信係。我贏梗啊！得啦，大家小心啲啦。好啊！大選就快到啦，換咗政府你就知死。睇下邊個死先。